公安部發布嘅機動車駕駛人疲勞駕駛認定規則將於今年兒童節正式施行。我發覺唔少博主都錯誤解讀為開車4粒鐘，休息20分鐘，仲要人車分離。開車喎，明顯係開正我嗰飯啦。坤哥經常標榜自己持久性能長續航，1晚7次嘅超速，仲要發發聲，識轉彎嘅，想跑幾耐就跑幾耐，想幾時停就幾時停。真係唔知佢講緊開車啊，還是印度神油啦。坤哥話新規咁咪即係逼我超速3個鐘搭你落巴西嘅啫。我話使咩3個鐘啊，10分鐘就到啦，去到交警隊或者看守所啊嘛。我想講，首先今次新規就僅限用於事故認定，即係雙向奔赴撞到人哋嗰啲敏感部位，交警到場調查處理環節索完定責嗰時先用嘅。評論區好多人都因為疲勞駕駛俾人扣分罰款，但係處罰嘅依據係《道交法》62條第7款，並唔係今次嘅新規啊。新規都明確取證方法係升級到通過監控、北斗衛星、收費站記錄、車輛軌跡定位等等。如果查到你喺事故發生之前出現過因生理疲勞導致嘅眼檢完全閉合，持續2秒以上，咁你就係疲勞駕駛啦。坤哥話：咁對李榮浩好似唔係好公道喎。我想講，仲會結合天眼系統調查前24小時嘅作息、飲食等等嘅情況，睇下有冇蒲天光啦，有冇一次性交好多朋友啦，有冇休息夠嚟綜合判斷嘅。至於爭議最大嘅開車4粒鐘、停車20分鐘嘅規定，針對私家車唔係網傳嘅必須人車分離。新規原文係話熄火或者停駛就得㗎啦。阿禪之前擔心話咩落狗屎啊、落冰雹啊，或者去到西藏無人區遇到一班狼都要落車唞，真係永久性人車分離嘅喎。呢樣嘢就純屬多慮㗎啦。只要你唔係高速路中間突然停車20分鐘，同埋佔用應急車道就得啦。又或者每4個鐘換人開車又得，只要你話唔好一邊開一邊喺車內換人，咁咪 OK 咯。坤哥話呢20分鐘嘅賢者時間太長啦，我一般都唔使唞咁耐就可以繼續戰鬥。我話我明嘅，畢竟3分鐘你係棄械投降，中間休息20分鐘確實太長啦。第二次呢一種一般就叫做淘汰後嘅復活賽，目的係要你再丟架多一次。用坤哥老婆嘅説話嚟形容就人哋嗰台油車波箱大續航長，你部電車就內存細，仲要中意死頂，好傷車㗎。真正嘅老司機唔會死撐論持久戰，只會坦然承認自己需要休息。呢20分鐘其實係膀胱嘅吶喊、胃嘅哀鳴、右腳嘅抗議以及囉柚嘅怒吼。並且係法律對於廣大司機朋友嘅生命同埋其他人生命嘅尊重同埋保障。但係我更加希望法律可以睇到好多貨運司機嘅時效壓力，齋罰個司機唔要求企業係解決唔到問題㗎。連續開車4粒鐘，你要求休息，咁成日返工連續上班4粒鐘冇得唞啊？有冇得拉個老細去拘留啊？關注我，愛江律師，你會幸福㗎。